Hello，大家好啊 ！Jenny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北九州福岡之旅第3日嘅行程。我哋今日會去夫子礁市、唐津城同埋中洲屋台。我哋由博多巴士總站搭高速巴士前往唐津市，抵達咗之後呢，就前往大手口站搭巴士去夫子站，全程大概要2個鐘多啲。驅使 Jenny 去夫子礁市嘅原因係因為夫子礁市係日本3大礁市之一，佢擁有過百年嘅歷史，而且位處唐津市上方。礁市所販賣嘅食物都係當地漁民捕獲嘅新鮮漁獲。而且佢盛產烏賊而聞名九州，同市中心嘅市場相比，夫子礁市多咗一份淳樸嘅休閒氣息。可能因為佢嘅攤檔多數都係當地嘅老人家營運，而且佢哋都會好細心又自豪咁介紹自家嘅貨品。而攤檔所販賣嘅貨品呢，多數都係魚類嘅乾貨，每攤檔嘅價格呢都唔會相差好遠。我哋當日呢就當然去食呢個新鮮魚獲啦，同埋呢都買咗好多乾貨啊、零食咁樣，返嚟香港俾屋企人朋友分享，獲得一致好評㗎。而大家而家見到嘅呢一檔呢，暫時就係我哋喺礁市裏面見到最多人排隊嘅一個攤檔。唔知睇緊片嘅你會唔會都覺得實在係好吸引呢？我哋一路排隊，一路都聞到好香嘅味道啊！可能真係太多人啦，所以後期呢都多咗一個女檔販出嚟幫手嘅。而我哋呢就排咗大概35分鐘，終於可以到我哋落單啦。可能當日嘅食客呢真係超出佢哋嘅預期，所以呢個女檔販呢都經常出嚟幫手啦，同埋都話有啲食物呢要等一等，要準備先至可以攞出嚟再燒俾大家食。我哋今次呢就點咗一個鮑魚啦、帶子同埋八爪魚腳嘅。望住檔主呢毫不吝嗇咁將海膽放喺鮑魚上面，我哋真係想盡快品嚐啦！哇！食之前就梗係要影相同埋拍片啦，咁先可以繼續回味無窮啊嘛！鮑魚呢唔會燒到好韌，海膽亦都非常鮮甜，帶子都好好味，唯獨呢魷魚就有少少韌。另外呢，我哋都有叫到其他攤檔嘅小食嚟食㗎，加上而家日本3大礁市暫時得2個係正常營業啊，咁所以呢，如果大家真係去開附近嘅話，都不妨嚟呢個夫子礁市體驗一下呢個淳樸嘅礁市氣息啦。
另一個令我哋長途跋涉都要嚟夫子礁市嘅原因，就係我哋想去睇佢嘅世界天然奇觀唐津七虎啊，因為佢係日本國家指定嘅天然紀念物。由於佐賀縣咧係位於日本九州地區嘅西北部㗎，咁所以咧佢就夾喺玄界灘同埋有明海兩種海域之間啦，而陸地北邊咧又有群山環繞喎。咁所以咧，佢嘅斷崖絕壁咧就長年累月咁被洶湧嘅海浪沖刷啦，就形成咗7個好獨特嘅海蝕洞。好可惜啦，當日嘅天氣咧睇落去好似好好，但係因為風浪太大啦，所以咧我哋就冇辦法去出海睇到呢個咁神奇嘅自然奇觀。而清津峽光之隧道咧，其實都擁有住同樣嘅柱狀節理岩石㗎，所以如果大家都對呢個柱狀節理岩石咧有感興趣嘅話，可以睇返 Jenny 較早前上載嘅東京近郊好去處日本3大峽谷之一清津峽光之隧道嘅片段啦。而我哋當日咧，亦都去咗佐賀縣嘅另外一個打卡點，佢就係唐津城啦。唐津城咧係一座具有非常悠久歷史同埋豐富文化底蘊嘅城堡。而唐津城咧又稱為武學城，因為佢係為咗保護唐津港口而建於1602年嘅。而佢坐落喺松浦村同埋海相連嘅地方，因此風光如畫。另外，唐津城呢，佢係擁有獨特嘅江戶時代建築風格，佢嘅天守閣呢，可以俯瞰整個唐津市同埋周圍嘅美麗景色嘅。而我哋當日呢，都有上天守閣度欣賞佢嘅美麗景色，真係不枉此行啊！望落去雖然唔係好高，但係望出去嘅景色呢，真係好震撼，亦都令人非常之印象深刻啊！不過當日嘅天氣咧真係太大風啦，好彩個天好光，所以影出嚟咧都好靚。如果睇到呢度嘅你仲未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嘅話，就記得而家 subscribe 啦。最好就係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呢條短片俾你更加多嘅朋友睇啊！我哋即將就俾大家感受一下當日企喺天守閣望出去嘅時候，究竟係點樣嘅感覺。3、2、1如果大家嚟唐津城嘅話，除咗要去天守閣度一覽呢個咁遼闊嘅景色之外，記住都要去個博物館裏面睇下，因為當中咧有好多同唐津城當地歷史相關嘅文物同展品，所以如果你對歷史文化有興趣嘅話，就一定要嚟啦。日本嘅景點除咗有好靚嘅自然景色啦，又或者好豐富嘅歷史文化背景之外，佢其中一個配套就係手信區啦。所以咧，唐津城都唔例外。而家就俾大家睇下我當日喺唐津城嘅手信區度影到啲乜嘢，或者睇到啲乜嘢啦。唔知大家又有冇興趣呢？
Jenny 咧亦都有行去唐津城嘅另一面，呢邊咧感覺咧就更加簡樸一啲。大家都可以喺片段裡面睇到啦，呢條橋咧其實係當地居民經常都會行到嘅或者使用到嘅橋嚟㗎，所以咧絕對唔係淨係影相打卡咁簡單。Jenny 真係好慶幸今日天氣除咗大風咗少少，但係整體都係藍天白雲。離開唐津城之後呢，我哋就翻返去博多車站啦。原因就係我哋今晚呢打算享受或者感受一下福岡嘅夜生活，亦即係屋台文化。整個福岡呢周圍都係屋台，所以福岡嘅屋台總數呢就佔咗全日本嘅屋台總數差唔多40%咁多。而當中屋台集中地呢，主要係喺天神、中州同長濱市場呢3個地區。而我哋今次呢，就選擇去中州呢個屋台，原因係佢距離博多車站只需要20分鐘多啲，對於住喺博多車站嘅 Jenny 嚟講，真係相當之近啊！另外喺中州屋台嘅旁邊有一個好靚嘅河畔夜景，所以相信亦都係好多人選擇嚟中州屋台嘅原因。相比起日本其他城市，陸續開始因為各種原因取締屋台，福岡屋台就繼續發展興旺，因此呢，福岡嘅屋台亦都成為遊客到訪福岡夜生活嘅旅遊體驗亮點之一啊！但係唔知係咪因為呢，我哋去嘅時候呢屬於繁忙時間啊，所以整個體驗呢都相對地麻麻。另外亦都落漏單啊，反而就好似有啲責怪我哋咁樣。好彩我哋有拍片證明真係唔係我哋錯，不過我哋都無謂糾纏啦。整體嚟講呢，今次嘅屋台嗰個體驗係相對地麻麻，因為屋台嘅魅力所在呢，就係檔主同食客之間嘅互動啦。咁所以呢，今次我哋可能真係欠缺少少運氣啦。但係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去福岡感受一下呢個屋台文化嘅話呢，就可以留意一下啦。大部分嘅攤檔呢，就會由傍晚嘅5點至6點開始營業啦。而且呢，每檔大概只可以容納到10個客人嘅啫。咁所以呢，你食嘅時候呢，可能就會同隔離嘅食客肩並肩咁一齊進食啦。但係食物質素方面啦，我可以講嘅就係佢個衛生程度應該 OK 嘅，因為我哋食完之後呢，當晚係冇肚餓或者唔舒服嘅。另外呢，值得一提嘅就係大家如果真係去屋台嘅話呢，就記住每人呢都要點一杯飲品㗎。餘下嘅片段呢 Jenny 就會俾大家可以細心欣賞當晚喺屋台點嘅食物，佢嘅賣相啦，或者份量如何。呢個醬汁同牛河醬汁係唔同，即係有啲冇。因為我冇食牛桑。係咯，就頭先就係話咯，可以再脆身少少咯，唔夠脆。跟住你會試邊㗎？
如果同你講話我冇錄到，你會點？對得起個價錢。佢做到好攰，我覺得唔係。Oh my god！ 得唔得？接唔接受到？好過綠草嗰啲啊！會話有陣食落去有陣但係咁你驚係？我而家自咗啲白粉。OK， 呢個唔係，同埋咧有啲咁多醬汁，即係但係冇咁多醬汁，因為已經食咗太多醬汁。試埋呢一個串，好似好多人嗌關東煮。What？ 希望你哋會繼續支持 Jenny， 我哋嚟緊會繼續上載北九州福岡之旅第4日嘅行程，而當日呢，我哋就會去柳村同太宰府。Jenny 喺當日食咗好多美食，亦都影咗好多靚相啦，非常之期待同大家分享。多謝你嘅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